這裡是內蒙古包頭溫家疙旦村。冰雹将至，村裡卻沒有酒樓。但是新郎馮浩東、新娘杨欣怡看起来並不擔心他們即将開始的婚宴。內蒙古獨有的迎賓儀式有條不紊地進行着，一切都好像不会受到天氣的影響。這是因為在幾個小時前，一輛卡車的出現，讓村头的空地憑空冒出了一座酒樓。昨天突然就想盖起一座楼房似的，挺先进的，挺新颖的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气派，这个太方便了，有點那個的感覺。你知道這個卡車是誰發明的嗎？是咱們鐵騎的，從內蒙古人設計出來的啊。那麼他究竟是誰？